大家好，歡迎嚟到字裏行間。我哋今日繼續思考致富。今日咧，我哋要講嘅係全本書最具爭議、最容易被誤解，但係作者咧係認為最重要嘅一個部分。喺原著入邊咧，呢一章嘅標題叫做理解性慾轉換的奧秘。好多人咧睇到咁嘅標題就話：喂，話不得了啊！唔係講緊點樣思考致富嘅咩？點解突然間講其他嘢啊？甚至有人呢覺得好尷尬，選擇唔睇添。但希爾就話啦，如果你跳過咗呢一章呢，你就錯過咗人類最強大嘅一種驅動力啦。點解有啲人一做起嘢上嚟就停唔到，唔識攰，甚至有啲呢係做創作嘅，可以呢做通宵，靈感都源源不絕。希爾就話啦，呢啲唔係因為佢哋天生勤力，係因為咧，佢哋懂得將人類最原始、最強烈嘅衝動轉換成創造財富嘅燃料。咁到底係咩意思呢？啱啱我哋提到咧，性慾轉換，咁呢個部分咧，我哋都要講清楚喎。性慾轉換嘅定義，首先我哋搞清楚，希爾講嘅性慾咧，唔單止係狹義嘅生理需求，而係指人類最底層嘅生命力同埋激情。書入邊就講啦，當一個人被呢種原始嘅激情驅動嘅時候，佢嘅想象力、勇氣、意志力、毅力，同埋平時咧走唔出嚟嘅創造力，都可能喺呢一瞬間達到平時冇可能達到嘅高峰。當呢種慾望或者需求出現嘅時候，希爾就話啦，係用轉換。咩意思呢？即係要你唔好抑壓佢，亦都唔好消滅佢。轉換就係重新導向嘅意思，將呢種嘅慾望導向成為你嘅驅動力，就好似一條原本會引發洪水嘅河流。如果你喺一埲牆去阻截佢，阻住佢，呢條河流呢，遲早都會決堤。但係如果你起一個水力發電站，將呢股猛烈嘅水流引導去到渦輪機，佢就可以產生電力。佢嘅電力可能足足能夠照亮整個城市，將呢股強烈嘅能量從純粹嘅生理衝動轉移到藝術、文學、商業，甚至係科學創造上邊。呢種呢，就叫做性慾轉換，或者我哋叫佢激情的升華。喺書入邊，希爾用咗好長嘅時間研究咗歷史上邊幾百位偉大人物嘅生平。佢發現咗一個驚人嘅共通點，幾乎咧有極高成就嘅男人呢，幾乎都係全部擁有極強烈激情嘅人。書入邊咧舉啲例子嘅，佢舉咗咧貝多芬做例子喎。貝多芬呢，成世人都冇結婚，但係佢嘅愛情經歷咧就非常豐富而且曲折。佢29歲嘅時候咧，愛上咗佢嘅16歲嘅學生，兩個人呢，雙雙墮入愛河。貝多芬就為佢創作咗著名嘅《月光奏鳴曲》，但係最後因為身份懸殊啦，佢嘅學生最後嫁咗俾第二個人，貝多芬呢仲差啲為情自殺添。後來呢，去到佢就嚟40歲，佢又中意咗佢一個18歲嘅學生，跟住呢，就寫咗一首好著名嘅，我諗大家都聽過啦，叫《給愛麗絲》。咁但係最後呢，佢都係俾人拒絕咗。貝多芬嘅感情路呢，雖然屢屢都受到挫折，但係佢冇將佢呢股嘅情感壓抑，相反，佢將呢份痛苦、渴望同埋激情全部升華，變成創作嘅動力，留俾我哋呢一首又一首扣人心弦嘅優美樂章。呢個呢，就係完美嘅性慾轉換啦。老實講嘅，William呢講到呢個部分呢，都覺得唔係容易講，因為咧去理解呢本書呢一章節嘅時候咧，都係有啲困難嘅。咁所以 William 都要喺網上面又要睇多少少啊，自己又要去補充多少少啊。嗱，咁係咁樣。如果咧要用我而家能夠可以講到嘅說話咧，我會用呢句說話咧去概括呢樣嘢嘅。呢句說話咧就係叫做化悲憤為力量。唔知大家咧有冇試過俾老闆去無理咁樣去鬧你啦？咁咧，我諗呢度如果聽眾咧係有打工仔嘅咧，
10個可能有10個咧都係會俾老闆話過嘅，咁 William 都唔例外啦。咁咧，你俾老闆話嘅時候咧，可能你嘅內心有一股咧好強烈嘅憤怒同埋唔甘心，呢股嘅情緒咧，可能咧強烈到令到你夜晚瞓都瞓唔着，個心咧頂住咁樣。用翻希爾性慾轉換嘅呢個理論咧，其實意思就係咁啦，就係將你呢份好憤怒、好唔甘心嘅能量去轉換，並唔係堵截佢。咁而呢個轉換咧，要係正向嘅轉換喎。例如咧，你同自己講，我要證明俾個老闆睇咧，其實我係得嘅。咁如果你有呢個諗法咧，可能你每日放工就會去做一啲嘢，提升自己啊，進修自己啊，最尾可能真係可以做翻好，證明到俾老闆睇你係得嘅。咁其實呢一個咧就係一個好完美嘅轉換啦。其實希爾係想話俾我哋聽，你唔好怕你內心嗰啲強烈嘅原始情緒。用翻頭先 William 嘅例子啊，嗱，悲憤、唔甘心，其實都係一種原始嘅情緒。咁而實在啦，性慾啦、渴望啦、愛啦，都係一啲原始情緒。呢啲嘅原始情緒咧，係能量密度極高嘅燃料。問題在於咧，你係堵截咗佢啊，壓抑咗佢啊，定係將佢放入一個適當嘅引擎去推進自己咧？去到呢度咯，William 咧好誠實咁問大家一個問題：當大家如果內心有一股好強烈嘅衝動、焦躁或者激情無處發洩嘅時候，你哋通常會做啲乜嘢呢？係拎起個手機瘋狂咁打機、暴飲暴食，定係漫無目的咧咁樣睇社交媒體，直到咧你呢股能量咧完全消耗？如果你總係覺得自己冇動力去追求一啲夢想或者財富，可能其實唔係你缺乏力量，而係你習慣咗將你哋最寶貴嘅燃料浪費咗喺啲冇價值嘅事情上邊。好啦，今日我哋講到咧第8個核心，將最原始嘅激情轉換成為財富嘅燃料。咁都坦白講嘅，William 咧覺得呢一章咧都好難講。如果大家睇唔明咧，我覺得係無可厚非嘅。不過唔緊要啦，咁大家就係用翻 William 頭先個例子啦，化悲憤為力量，將一啲咧原始嘅情緒轉化成為你嘅驅動力。咁希爾就話啦，當你咧前邊我哋所講嘅所有法則都融會貫通，你嘅大腦就會開始接收到一種咧神秘嘅信號。呢種信號咧，佢叫做第六感。而第六感咧，並唔係啲咩玄學，亦都唔係咩求神問卜，而係你大腦喺高度專注同埋訓練之後，自然產生一種嘅直覺能力。咁到底係點運作嘅呢？下一集我哋會講一講嘅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